台湾烘焙的技术再度得到世界冠军的荣耀甲肯定。2025年，意大利举办，红看作是烘焙界奥运顶级的比赛舞台。台湾队伫个传统经典米兰、巧克力豆、个人小技能歌、甲青级总谱这4个项目，拢摕到第1名，最后更加是摕到总冠军。由总教练陈时杰带领一位甜点师傅，甲2位面包的总谱组成的黄金阵容，参加世界杯耶诞面包比赛。为配合技术到每一届的练习，加上技巧甲时间的精准度，最后台湾队的作品打败8个国家的代表队，摕到总冠军。迄一刻，互世界再度看到台湾。即摆就透过镜头，带乡亲重回迄个互台湾人骄傲的时刻。我们没有专项，我们每个人都要会做每一个品项。参加这个比赛，我觉得就是在国际舞台上面能够好好介绍台湾的机会。好像什么疲倦都完全忘掉了，这只剩下要开心，就是我们终于办到了。台湾在圣诞面包第1次可以拿到世界冠军，当然我觉得我们非常的棒。周麒麟看出台湾的同时，现场响起热烈的欢呼声，4个台湾代表队员欢欢喜喜上台领奖。总教练陈时杰摕到世界杯耶诞胖冠军奖杯的瞬间，感动的目屎全拢行出来。队员甲传将过国旗亚冠，这个时刻，让台湾伫个世界舞台展光彩。10月中，伫个意大利米兰举行2005年世界杯耶诞胖比赛。这场红讲做是烘焙界奥运级的比赛，逐年拢请各国第1等的专家来比。台湾队打败阿根廷、中国、日本等8国代表队，摕到传统经典米兰巧克力豆的口味，个人寸笑细粒鸡卵糕青级总谱的项目第1名，最后佫开始摕到总冠军。耶诞胖总算毋是欧洲人来称霸，台湾的烘焙技术已经是国际级。国旗一直在口袋，我们就等待那个机会点，就是当他宣布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就是跳上去，把国旗这样拿出来。我们好像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队伍，所以在比赛之前，我们一直没有特别觉得说，我们就一定会拿到冠军的位置。来，台湾，加油！我们只是会朝着这个方向不断的努力去跟自己竞争，然后达到越来越好的状态。所以比赛的当下，因为喊了蛮多次的，所以他每一次喊到，我觉得都加倍的惊喜。世界冠军回来到台湾，陈时杰开店做准备，替咱彰显传统经典米兰。看到这个状态，我就知道我们项目其实是很完美的。它其实整个爆裂出来哦。经典米兰 Panettone 它是一个所有圣诞面包的基础，所有的圣诞面包都是从经典米兰发想开始。是刚刚 DHL 从新加坡寄来的，就是我的一个新加坡的学生，他要让我确认一下他的巧克力口味的圣诞面包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善进步的地方。要做一个完美的圣诞面包，第一个我觉得要对天然酵母有非常深厚的理解，因为天然酵母是这一颗圣诞面包的最重要的灵魂。如果天然酵母就是它没有达到它的活性的话，基本上你的圣诞面包发不起来。1公斤的米粉配800公克的苦力木，佮加入300公克的酵母。虽然是基本配方，不过因为耶诞胖的烘焙技巧难度悬，佮有丰富意大利文化底子。
要完全了解其中的奥妙是不简单，尤其重要关键的架步，伊是鸭蛋胖的开始，重要的部分，佫较是灵魂。台湾代表队摕冠军，唔那掌握烘焙技巧，佫需要念小我的团队合作。在2年前，我看到其他7个国家的代表队，90%都是有甜点师在这个团队里面。Avanti tutta. Aspetta che c'è il jingle che Roberto fa. Vai col jingle. 2年后要参加这个比赛，甚至是要得名的话，我们必须要是一个1+1大于2的组合。这一次赢得的关键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团队合作。就像我刚刚讲的，2年前我们每个选手都有一个专项，就是每个人认领一个品项之后，你就只专注在做那一个产品。今年我把它变成一个团队合作的概念，我打破专项，我们没有专项了，我们每个人都要会做每一个品项，因为我要用团队合作的方式。搁再顶来单时节调整对策，改用一个甜糯师傅、2个胖的总铺这款的黄金组合来参赛。我在这一次的比赛里面担任的是总教练的角色，那我的重点就是培育选手、打造配方。赖怡君甜点师交给他的任务就是好好的完成个人尺寸小蛋糕。这2天的时间里面，他很专注的在做他的个人尺寸小蛋糕，跟他要帮我们做完创新 panettone 的最后的装饰。这个是只有他能做的，因为这是他的专项。这家绑起来的大概有1500多。蔡约群，他对我来说，他是一个你交代他完成任何任务，他就会精准完成的人。他是面包师嘛，所以他在做面包上面，他在搅拌的判断上面非常明确。杨世军的部分，他也是面包师，但是他在这个团队里面的角色比较像是救火队跟互补的那一个选手。展现家己的专长，同时又阁是强力的靠山。完美的团队嘛制作出别人无对比的作品。鸭蛋胖互烘焙界看作是上界困难的项目，原因就是面测就要放伫咧温度26到27度，搁要照当时天气的温度甲湿度来调整比例。若是有小可失角差，就会影响风味。完整的制作流程，上无就要用48到72点钟。那这个。你会看到我们的面包现在其实是倒挂的，它至少要挂4到6小时。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要让面包定型，在面包烤好的时候，如果没有立刻倒挂的话，它的中间这边会整个凹陷下来，所以倒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。原来出炉无代表完成，每一步拢要精准确实。烘焙会使讲是一场时间甲耐力的试验。那我们就要切开。我在比赛的时候，其实担任评审，我们会做的事情就是像我们现在做的一样，把面包切开，看里面的果干分布。就是因为这个传统米兰，它最主要一定要有橘丁，然后一定要有葡萄干。你要先闻一下，你觉得在这里面的风味，就是你会闻到柑橘香，然后带有一点点好像是酵母的一种酸的一种合起来合为酵母的香气、柑橘的香气合起来的感觉。加落就随感受到苦甜味香气，豆豆仔哪步，鸡精管的甜蜜就哪伫咧嘴里化开。马韵的柑仔香气，互人啉袂掉，是真煞嘴。丰富阁有层次，上顶意大利风格气味的基底。我们在整个团练的时候，从光准备材料准备1天，到8小时，到6小时，到比赛的前一天，我们只花1小时把所有的材料准备好，这些都是需要很精准的练习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里面称材料，然后让评审惊艳，我们可以在第1天的早上7点钟，我们所有的东西已经放在层架上。
然后评审他们觉得，哇，这个台湾队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可以在1小时之内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好？然后每个人已经在做所有自己的准备工作，然后可能其他的国家队还在乱的，还在把东西归位的时候，台湾队已经进入就是备战状态，已经开始比赛了。玲珑高水高多彩法国甜露是台湾队长赖怡君的作品，已经到体检2个增加新风味，嘛伫咧比赛当中负责重大，获批专长展现实力。它是一个混合多款巧克力去制作的，不同的口味，还有一些橘丁泥跟榛果酱，这样子会有不同风味的呈现。不会只有巧克力本身的味道，而是有像是坚果香气，然后跟柑橘类的味道。那这个味道会跟巧克力的panettone很搭。以我们对巧克力风味的了解，我们就取我们喜欢的味道做这个混合，在品尝的时候，它自然就会呈现，这好像不是我在外面就吃得到的巧克力的感觉。所以我们要混合各种不同的巧克力。甜露的总铺袂输化身魔法师，每一喙鸡2个拢食会到无同款的香气，互意大利人喜意嘛认同。个人尺寸小蛋糕，因为题目上面是希望我们能够利用那个传统米兰这个风味就有延伸，所以我在这个部分也投入了一些想法，加入了很多意大利从北到南的食材，最后呈现一个风味，我觉得它是很能够对于意大利风味作为致敬的一个代表作。以这个面团来说，我们要把它从2公升长到现在有10公升。细粒鸡2个的滋味，成功互评审来到毋捌想过的风味世界。这袂输是魔法师的创作，背后却是无人知影的挑战。我自己觉得比较有压力的部分是制备那个个人尺寸小蛋糕，因为一般我们做法式甜点，很多东西是必须前一天操作，隔天才可以使用。又是一场时间的控制。对，就我们透过这个时间的控制，然后了解环境的温度跟这个面团的温度去做搅拌，才不会失误，因为这些都必须要非常的精准。那我在做这款小蛋糕的时候，基本上有7、8个层次在里面，所以时间等于非常的紧迫。1分1秒拢爱计较的时间压力，煞嘛创造无限的可能。到国外打拼，绝对爱有故乡的滋味。台湾队甲本土元素加入配方，展开一场惊喜的魔术表演。在思考呈现台湾风味的时候，定调的基础是呈现台湾风土。台湾从北到南，各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，产出精致水果。不管水果的话，是芒果、荔枝、凤梨、香蕉，还有水蜜桃。我们在探讨所谓台湾的风味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研究，也到各地不同的地方去查看。除了我寻找了水果这个味道之外，我们思考到台湾有很多不同的民族，那当然我们就想到客家文化。我用了客家的擂茶，那擂茶里面它其实除了坚果的香气之外，它还有一个茶的基调在。以东方美人来说，只要提到台湾的乌龙茶，一定会提到的一款茶，因为它有非常鲜明的果香，还有蜜香。那我以这样的基础风味去做一个衔接。世界看到台湾，台湾嘛顺势行向国际，所落来应该阁有更加重要的任务。参加这个比赛，我觉得就是在国际舞台上面能够好好介绍台湾的机会。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肯定之后，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介绍台湾，或者是能够以我们所熟知的这些风味向世界各地的人介绍。台湾，台湾，台湾，加油！加油！等来台湾了后，四个人搁再合作。虽然真久无见，不过做伙点魔法原来是真捌。合作完成500个鸭蛋胖，冠军的手艺要互民众来吃看卖。虽然我们已经单飞了，但是我们不解散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有机会让整个台湾的大家吃到我们的冠军版的面包。每次的练习都需要高度的密集的训练，所以大家压力很大。但这次回来就觉得哇，
是一个很愉快、很开心，然后可以透过分享、聊天，然后去做这个帕纳托尼。在咧欢欢喜喜的气氛当中，总铺在咧胖内底加入美美的祝福。行过这条路，反正是坎坎坷坷，不过为着梦想，一步一脚印，总算是看到曙光。应用技术，甲冠军的功用留伫咧台湾，完成人生当中高难度的挑战。我觉得烘焙是一场小小的科学实验，自己很喜欢这个感觉，所以我才会一直想要去做创作、去做分享。就是真爱了吧？对我来说，喜欢烘焙，没有爱是支持不下去的。烘焙是疗愈的，是有挑战的，然后在烘焙的世界，什么都有可能。